分享先，係啦。好嗱，咁咧，我哋喐一喐先，放大佢先。好啦，咁咧，呢個係論述題啦。我哋先睇論述題。論述題其實一二戰係咪真係好？一二戰咧，其實咧個機會率咧真係都唔細啊。如果你睇嘅話，咁咧機會率咧一二戰嘅論述題先啊。嗱，一二戰你睇睇啦，一二一三一四一五冒出。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，基本上咧年年都出嘅。咁24冇出，好得意嘅。24就冇出到二戰嘅。24年咧出咗條乜嘢咧？24年出咗個就係、嗱，佢出現二戰，不過係二戰嘅建立新秩序。24年啊，跟住另一條咧就出咗冷戰嘅。咁咧佢就出咗兩條啦。咁記住啊，論述嚟，我就試出三條噶嘛。咁出咗咧，跟住咧再24年仲出咗咧就係巴爾幹。咁佢係冇出兩次大戰之間，24年啊。咁跟住當然啦，25年都出咗啦。咁啊順住落去嗱，記住咁啊，再加上資料題啊，資料題都一樣啦。如果你睇下資料題，留意一下，咁啊資料題咧，我會打翻，不過成日都唔記得打翻啦。嗱，24年咪2014啊，15、17、一嗱近啲19，咁咧佢唔係年年出嘅嗱，但係近年啲先，近年啲先咧，咁呢上年咧本來大熱係一戰嘅，但係佢的好得意，佢其實個核心重點啊，就喺巴黎和會度嘅。佢係出咗巴黎和會，又冇解決過一戰嘅問題，咁所以佢係由巴黎和會拉到嚟一戰，咁咧所以咧奇特特啦，咁啊佢又當然啦，唔係完全話講極權主義啦，咁佢係針對住可唔可以解決個衝突問題啊？係啦，咁啊都唔得。衝突問題係啦，係啲其實咧講緊例如啦，或者民族主義啦，啲話啊德國同衝突問題其實的士啦，例如啦巴爾幹啊，因為一戰啊，簡略講講啊，一戰咧係因為塞內佛事件噶嘛。係啊，所有事件咁係講緊民族主義嘅問題噶嘛？的士咧，奧匈同埋塞爾維亞之間嘅衝突，啲喺巴爾幹爭奪波克兩個省啦嘅衝突，跟住又冇去解決呢個衝突咧，民族主義嘅問題咧，咁好簡單係解決咗嘅，因為奧匈俾人食咗，俾人消滅咗，分裂嗯咗，分裂咗變成奧地利同匈牙利啦，咁冇得再同佢爭啦。翠華就攞咗波克嘅，跟住變咗嗱呢度幅圖，上年就出咗啲咁嘅圖嘅。嗱，上年就奧匈攞呢度就波克啦，呢度就波克大約嘅位置，波克跟住奧匈嗱，奧匈就分裂咗晒啦，變成奧地匈牙利啦，再至攞斯洛伐克啦，同埋少少俾波蘭食咗，同埋羅馬尼亞食咗啦。咁南斯拉夫嗱，塞爾維亞就變咗南斯拉夫，好大嘅。塞爾維亞變咗一個好大嘅國家，變南斯拉夫，仲食埋佢最想食嘅就係波克。咁奧匈冇咗，波克喺邊度嚟？波克波克大約我而家圈住個位置，見唔見到啊？大約我我係見到，圈住呢個位置，係啦。咁上年就講呢樣嘢嘅，講點樣解決一戰嘅。咁咧跟住咧，另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可唔可以整死德國啦？係啊，可唔可以令到德國復唔到仇啦？或者再擴張唔到？咁好似得嘅，因為咧佢用29年嘅啫，唔講希特拉。咁上年係唔講希特拉嘅，咁所以今年巴黎和會個機會率少啲，巴黎和會個機會率係少啲嘅資料題嘅話，咁但係佢會出極權主義，因為嗱，我哋再睇翻論述題資料題先，再前少少啊，除咗再前少少咧，就係上一年啦，唔係再上一年啦，再上一年咧就講極權主義擴張嘅國聯啦。極權主義可唔可以解決嗰個擴張問題？啲墨索里尼入侵亞比西亞事件，其實講緊亞比西亞咁咧，國聯喺入侵亞比西亞嘅時候，嗱30年代啊，入侵亞比西亞，究竟可唔可以解決到佢唔入阻止到佢唔入侵亞比西亞咧？咁啲集體安全啦，同埋國聯問題，再上嗱，頭先講咗啦。2025出咗巴黎會，2024出咗極權主義，2023都係出國聯，不過佢出美國，咁我哋做過噶啦，美國嘅孤立主義啦，咁跟住嗯，再上啦，
2022冇出招題，2022冇出。咁2021你一睇就知，你估下呢幅圖講咩？係啦，呢個德國嚟嘅，有個協約國，督佢跳水，和平即係討論。咁好即係清楚，佢承擔晒責任咯。係啦，仲有再唔啲巴黎和會啦，啲上年出嘅巴黎和會啦，係啦。咁再上啦，其實2020冇出，2019都係出巴黎和會嘅。就就誒嚴懲德國啦，都係講緊嚴懲德國個金蛋，要求佢哋得金蛋啦，啲無限賠款啦，記住係66億英鎊，咁呢啲要背噶。我成日我 YouTube 都提過，記住巴黎和會凡爾賽和約對德國啦，嗰啲條款，例如66億英鎊，各讓13%土地，跟住放棄所有殖民地，跟住裁軍到陸軍10萬，呢啲全部都要記得嘅，同埋承擔所有戰爭罪責，咁你要記得嘅，仲有聖澤門啦、奧匈啦、奧地利啦，咁咧喺我 YouTube 提過晒噶啦，咁咧嗱咁樣睇，如果個趨勢，喂佢巴黎和會出咗啦。嗱，一二戰發生咩事咧？一二戰我琴日拍咗片啦，琴日拍咗片就提過咧，有好核心。一二戰其實係有10個原因嘅，不過10個原因唔係最重點係有幾個嘅。一，頭先講過，成日都會問，一定係巴黎和會噶啦，一定係巴黎和會點樣導致極權啦，同埋一次大係戰係一定一齊噶啦，呢個係最核心二戰嘅原因嚟嘅。但係佢亦都會拉一拉嘅，拉一拉，因為佢關係到幾樣嘢嘅。一戰令到經濟有問題啦，令到經濟有問題喎。琴日都講，我 YouTube 都講過，令到佢經濟有問題，尤其是英國、法國冇錢喎，咁咪屈德國賠多啲錢咯，咁咪諗住解決佢嘅經濟問題咯。跟住一戰同巴黎會，頭先講咗阿奧匈嘅奧匈就完全分裂，加埋德國被割讓啦，被好多土地俾波蘭啦，分割咗啦。跟住仲有個土耳其嘅，土耳其都有個條約噶。咁啊，聖澤門就係奧匈噶啦，色弗爾就係土耳其嘅，再係鄂圖曼帝國啦。咁啊，加速咗佢滅亡。咁啊，俾咗頭先講羅馬尼亞嗰幅圖啊，上年嗰幅圖啊。咁啊，頭先講咗，頭先講咗鄂圖曼帝國就係就係就係多條條約啦，多條約叫做色弗爾條約。記住呢啲條約，略略一提。如果巴黎和會，不過上年出咗，咁啊都要提一提嘅，或者佢出論述提一提啦。色弗爾條約就簽咗奧圖曼帝國就瓦解啦，就分裂咗土地啦，各樣啲土地俾羅馬尼亞啦，係啦，同埋南斯拉夫。係啦，咁咧跟住奧匈都係啦，奧匈就係奧匈就係嗰條條約啦，頭先講咗就係呢個啦，聖澤門啦，唔准合併啦，奧匈唔准合併，同德國合併，奧匈亦都自己唔准合併，仲有各樣土地俾捷克啦，同埋南斯拉夫啦，咁跟住仲有凡爾賽啦，唔長講啦，咁4分5裂，導致勢均衡。嗱，記住呢1、2、3、4都係一齊嘅，一定係一齊噶啦。頭先講咗一戰導致經濟問題，跟住導致屈巴黎和會嚴懲德國，賠款好嚴重。跟住一戰咧，到同埋巴黎和會咧令到勢力不均啊，係啦。好，跟住極權主義咁咧嗱，記住1、2戰好重要。誒，一戰同巴黎和會都係導致極權起噶啦。咁詳情就睇下 YouTube 啦。係啦，咁跟住咧，嗱，極權主義頭先講咗啦，第二個最核心，二戰一定問極權主義嘅。咁咧之前都講過啦，2014年出咗墨索里尼，不過冇講希特拉，冇講希特拉。嗱，有乜嘢好冇？成日都冇講咧，已經好耐呢招題冇出過，招題好耐冇出過。嗱，國聯有出嘅，嗰個就係集體安全。咁另一個原因，極權擴張嘛，咁連帶對面就係佢個集體安全，例如國聯啦、和平條約同裁軍會議呢啲點樣去阻止佢衝突啦？但係佢阻止唔到嘛，20年代好成功，因為咧希特拉未出現，仲有各個國家都尚可要和平，美國亦都幫緊德國手去
例如楊格計劃，咁我知道，我之前個 YouTube 都有提過嘅。咁咧，但係呢啲集體安全去到30年代完全阻止唔到佢對面意大利德國入侵，因為33年希特拉興起，完全破壞咗成個均衡啊，成個平衡啊，集體安全。咁咧呢度咧都有出過嘅。咁咧頭先講咗啦，咁咧2023年我哋做咗啦，美國因為美國嘅孤立啦，就冇就令到國聯佢講佢提出國聯嘅，但係佢冇參加，因為佢唔想再。如果你記得嘅話，我咪俾咗份功課你嘅，咁啊係模擬卷嚟嘅，就話咧佢死咗好多人，美國本土其實覺得歐洲戰爭唔關佢事，佢唔想走舊路。所以佢唔想介入歐洲嘅事務，國聯主要係歐洲事務嚟嘅，係啦，搞歐洲事務。當然佢係世界組織，但係主要咧係搞歐洲事務，歐洲嘅維持和平啦，同埋處理嗰啲國與國之間嘅衝突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美國冇再參加，因為美國人民唔想，咁結果冇咗美國，咁集體安全失敗啦。咁跟住嗱，再上少少就講巴黎會啦，再上少少都係講巴黎會。嗱嘅，你見咧？頭先嗰主要嗰幾個咧，呢幾年都係講緊巴黎會極權主義同埋集體安全嘅失敗，美國啦點做啦？咁但係嗱少出啦，好耐都冇出，就係冇出咧。嗱，美國孤立政策講咗，咁因為咧美國孤立政策啦，導致集體安全失敗。咁好耐冇出嘅就係經濟大衰退同埋綏靖政策啦。同埋蘇聯嘅孤立政策，所以你見咧，我今次嘅模擬試都講孤立政策嘅，同埋綏靖嘅。咁因為咧有啲特別嘅就係招題好耐冇出，因因為經濟大衰退導致美國唔想再搞任何嘢，佢已經唔幫手國聯噶啦。佢20年代其實有做嘢嘅，只要只要關佢事嘅，其實關到佢利益嘅話咧，佢就會參加嘅。例如海格伯利安啦。例如華盛頓公約啦，佢會參加，佢咧，但係佢去到20年代1929年之後，經濟大衰退，冇錢，佢一嚟唔再借錢，唔再幫德國手，德國就死咗。1933年，結果希特拉上台，咁跟住楊格計劃啦，隔離呢度睇詳情，你可以睇翻，再望一望我呢個 MacBook 嘅，係啦，跟住美國再繼續孤立，唔做任何嘢。跟住英國、法國非常慘，因為拖累經濟大衰退之後，德國還唔起錢啦，跟住咧還唔起錢俾德國、俾英國、法國，英國就好慘啦。再加上保護主義、關稅保護，英國、法國嘅貿易完全失衡。咁英國、法國1929年之後，完全佢覺得咧，我真係冇能力可以再處理嗰啲咁嘅侵略事件啊，所以佢就推行綏靖政策啦。綏靖政策就係滿足野心嘅嘅嘅野心，跟住啲希特拉啦，主要係叫希特拉向東面去制衡蘇聯啦。要記住啊，蘇聯就結果啊，連帶就令到蘇聯記住，琴日我 WhatsApp 都講過嘅，蘇聯其實咧，曾幾何時啊？蘇聯曾幾何時？如果你記得嘅話，WhatsApp 咗我琴日咧就話咧，蘇聯喺1935年係同法國簽咗個互助條約嘅，啲有咩國家打蘇聯或者蘇聯或者法國俾人打啦，佢都要幫手援助嘅，但係法國冇履行。更加慘嘅就係1938年慕尼黑會議。令到史太林德國啲希特拉同希特拉覺得懷疑緊，佢哋係利用嘅希特拉去滿足佢嘅慾望啦，仲有去制衡佢。結果佢哋簽咗德蘇互不參條約啦，1939年8月，咁所以9月就瓜分波蘭啦。嗱，咁你見到好清楚嘅呢部分招題好耐冇出，係啦，六七八九連帶嘅。六係帶住七啦，跟住亦都帶住八嘅，跟住八咧就令到九出現啲蘇聯，跟住導致集體安全失敗。美國同呢三個都係導致集體安全失敗，阻止唔到希特拉同意大利嘅擴張，導致最終佢1939年9月1號入侵波蘭就
就導致大戰啦。咁記住呢個關係啊，係啦。咁仲有記住，琴日我 YouTube 都拍咗嘅，一定要背咗嗰啲擴張經過。雖然只要提出咗啦，但係難保論述提出噶嘛。咁我哋再分析下論述題啊。嗱，論述題都係噶啦，又係嗰幾個噶啦，成日都出咩咧？巴黎和會啦，巴黎和會啦，巴黎和約啦，跟住納粹侵略啦，稅政啦，巴黎和會啦，成日都係巴黎和會。咁好得意嘅，好奇怪。巴黎會啦，跟住呢個就深啲，分析30年代政治經濟領土威脅，並討論係咪可以解除戰後啊？嗱，呢個係跨二戰嘅，咁跨二戰嘅有啲深噶。呢條題目係好難答，因為出到爛晒，成日都出巴黎和會，成日都出經濟大衰退，成日都出綏靖政策，成日都出國聯喎。喂，咁樣出嚟出去，仲出啲咩咧？如果論述題嘅話，咁咧你就再諗諗啦。嗱，經濟大衰退啦，經濟蕭條啦，咁無可避免都出咗噶啦。咁我哋有一次係考試講過嘅。咁咧，究竟你會諗下論述題會出咩喎？你自己去呢個我 upload 咗俾你哋啦，你哋再睇下。其實今年都會出噶啦，我相信論述題。咁招題都有啲啲機會出嘅，係啦。咁你再諗諗啦。嗱，個重點喺呢度啊，分翻開。好啦，嗱，咁咧去到呢個位分析翻，咁你見到啦，其實如果招題嘅話，個機會率係應該係呢啲位啦，呢啲位啦，六七八啦，九啦，咁咧可能有啲啲機會都好耐冇出啦，就等全啦。咁咧希特拉冇出嘅。佢上次出咗次，啲2023年出咗，2024年一講咗，2024年咧個出咗個意大利啊嘛，但係冇出希特拉噶嘛，係啦。咁咧你去睇睇嗱，呢條題目出咗墨索里尼嘅入咗亞比西亞嘅，係啦。咁幅圖咧就佢當年咧講緊咧就話學中期會嗱喺馬可加認為咧，是否認為墨索里尼在1930年代中期會繼續其軍事擴張啊？咁係咪會軍事擴張啊？好，問條問題啊！呢條其實唔係好難，我3分嘅話，佢中期會唔會繼續軍事擴張？我想問，就咁睇，邊個啊？墨索里尼係墨索里尼會唔會中期會唔會軍事擴張咧？繼續，係幾時咩情況啊？佢呢幅圖係1930年畫嘅，英國法國畫嘅係墨索里尼，佢會唔會繼續擴張？呢幅圖漫畫誒家唔會咯，應該點解？因為嗱嗱嗱，諗下先啊。我放大少少啊，可能你哋個用緊手機啊，放大少少啊。嗱，佢我揸住嗱，我哋睇下佢揸住啲油嘅，後面都有啲油嘅，跟住戰爭沙律，墨索里尼油夠用嗎？好，問條問題，第一樣嘢，佢問條問題話油夠唔夠用？第一樣嘢，油夠唔夠用先？如果佢咁樣，應該我覺得夠用嘅，應該夠用，所以佢會點啊？佢會繼續擴張。係啦，冇錯，但係佢嗰當年。碗咩嚟㗎？佢嗰碗係咪嗰啲咩坦克啊嗰啲兵冇錯，坦克嚟嘅個戰爭沙律嘛，坦克嗰啲啊？所以咪佢咪繼續擴張咯。嗱，點解話油夠唔夠用咧？當年咧，原來咧佢3年啦，其實3年咧佢就擴張嘅。如果你記得嘅話，3年擴張啦。咁咧，琴日我 YouTube 拍片都講過呢樣嘢嘅，就係話咧佢30年代擴張。嗱，我哋仲唔夠1分鐘啊，講一講嘅啫。咁咧佢30年代擴張。意意大利